嚟到樓市指南針啦，房委會居屋禁售期減到10年，亦都增加下一期白居二嘅配額，究竟對居屋市場有啲咩嘅影響呢？嗱，喺電話旁邊，我哋就請嚟長益地產執行董事謝澤明同我哋分析下嘅。謝生，係 Candy 你好。哇，最新呢居屋轉售期限呢本身係15年，而家縮短到10年啦。嗱，房委會就話係唔會助長個炒風嘅，但係你睇咧，究竟縮短呢個禁售期咧，對居屋買家個吸引力會有幾大呢？如果縮短到10年咧，其實就個吸引力都會有喺度嘅，大咗好多嘅。因為其實喺10年較為一個長嘅時期咧，反而我唔係擔心佢哋譬如有咩炒風，但係反而咧佢嗰個轉流方面咧，佢哋係困難咗嘅。一啲居屋業主有時會同我哋反映就係話，譬如話可能佢買咗一個400萬嘅單位而家，咁其實係借款就380萬啦。咁其實佢供5年咧，其實佢已經可以有40-50萬嘅本金喺度㗎啦。咁佢將佢加埋嘅首期咧，其實係已經5年後已經有能力換樓啦。咁如果10年嚟講，佢個本金差唔多供到去90萬，我當樓價冇升過咁計。咁其實佢已經係有100萬嘅首期，其實佢個轉流能力可以好強㗎啦，已經喺市樓上邊。咁就其實喺炒風方面就應該一定唔會助長到㗎。係，即係實際上其實就幫到大家去換樓啦，係咪？流轉個居屋好嗱。另外房委會10月初都開始陸續向白居二成功申請者發出個批准信啦。而家都近1個月，都陸續見到啲白居二首成交個案嘅。究竟而家嗰個成交量同埋成交嘅金額大致上嘅表現係點呢？如果對比起上一次白居二嘅2023嗰個情況，有冇啲即係顯著嘅即係提升啦？如果係今次咧，就嗰個白居二嗰個反應咧，其實都好強烈嘅。咁但係咧，就你話對比起23年嘅時候咧，咁24年今年咧就會佢嗰個因為多咗1年青家庭啊，咁反而咧佢嗰個反應咧就希望快啲上到車。而家其實近排做咧就係多咗呢個年青家庭為主啊，譬如話有時去推住 BB 車過嚟啊，咁或者一啲我哋亦都開始見到一啲個人嘅申請者出緊嚟啦。咁譬如話有啲成交個案就佢本身係租緊樓嘅，咁一啲年青家庭，咁佢好快咁希望早啲交吉去上車，佢10號到即係上個月10號出呢個批准書啦。咁其實一收到佢即刻去房屋署申請嗰個購買證，咁19號一出，佢已經係標出嚟，夜晚已經係同業主去成交個單位咯。咁呢個係市場號稱係第一宗，係最快嘅成交咯。咁個買家都好掌握時間，希望即係供翻落，即係個交租供翻落自己層樓度咯。即係呢個係一個比較觸目啲嘅個案咧，即係快到咁交關係嘛？即係驚會即係錯失呢一個買入心水單位嘅一個機會。嗱，而家見到上一季咧嗰個居屋二手成交量就跌到700幾宗啦，比第一、第二季都係少嘅。嗱，你估計第4季咧，因為而家有白居二嘛，會唔會個成交支持底下會明顯回暖翻呢？會啊，因為其實啱啱咧喺上一季咧就係一個白居二嘅真空期嘅。咁今年嘅真空期咧較為長一啲，咁以往咧就係話差唔多舊一批就上一批嘅去到尾期啦，咁佢哋買完之後，通常1-2個月後咧就開始新一期開始派表啊、批准啊咁樣嘅。咁今次咧歷時咗成3個月嘅至4個月嘅，咁變咗個真空期長咗，咁變咗個成交量一定係冇咗白居二嘅加持咧，其實佢只係得個綠居二去購買嗰個物業嘅啫。OK， 嗱，亦都有數據睇到咧，10月份嗰個二手居屋註冊當中咧，400萬以下嗰個註冊量按月就係跌嘅，反為400萬以上咧嗰個註冊量咧就按月升嘅。究竟嘅原因喺邊度咧？同埋你覺得呢一個趨勢會唔會持續咧？因為喺6-7月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見到成個整體市場咧，佢都有一個雙底效應嘅出現嘅樓價，其實整體嘅樓價其實都開始上升緊嘅啦。咁變咗其實喺居屋方面咧，當然喺二手居屋方面一樣係跟隨個大市去上升啦。咁點解400萬上面係多咗按月多咗成交咧？其實因為私樓嘅成交即係個價係上咗啦，咁佢而喺居屋上邊咧，第二市場上面咧，佢可以400萬其實可以買到個3房單位嘅。
咁有好多客咧就可能本身係兩邊，一邊就睇下啲居屋啦，一邊睇下私人樓，睇下咩情況。咁點知私人樓升咗，咁佢情願用同等嘅資金喺居屋第二市場裏邊咧買一個3房單位，咁可以長遠啲去做部署翻自己嗰個物業嗰個資產個配置咯。嗱，你哋有一個全港居屋樓價指數㗎嘛？嗱，8月份急升之後，9月就回落翻嘅。不過回落極咧都係高過1至到7月嘅。其實係咪反映咧第三季咧雖然話個成交量跌，但係個價升到咧？都係頭先即係等於一樣啦。如果係嗰個居屋嗰個係因為真空期問題啊，咁其實喺呢段時間咧，喺出咗白表喺10月中打後咧，其實嗰個成交量好急速啊。咁如果譬如我哋見到喺屯門同天水圍咧，其實喺9月份其實得30多宗成交，32、33宗成交到嘅啫。咁但喺10月份咧，其實已經係飆升到80幾宗成交㗎啦。咁所以個量係升得好急嘅。咁我相信嗰個預期居屋嗰個樓價佢應該都會隨着大市或者加埋白表嘅加持之下咧，佢會更加上升得更加快嘅。好啊，咁呢節咧唔該晒你，自祥益地產嘅謝澤銘謝生同你分析咗居屋市場嘅情況。